講到這全世界主要氦氣的生產國卡達，因為這天然氣產業無法度進行，全球氦氣供應也可能會暫停。市場就預估講，若像卡達的天然氣暫停時間規個來久長，未來氦氣的價格將有可能就起25%，影響到晶圓生產。也讓台積電是表示講，會繼續關注這情勢發展。中東戰火造成卡達天然氣宣布停產，暫時無定回計劃。市場預測氦氣月產量可能減少520萬立方公尺。自從中東戰火發生到今，氦氣現貨的價格已經出現大起，包含醫療影像、半導體等產業攏可能受影響。即使目前氦氣的價格可能漲個50%，甚至是倍增，對於台積電本身毛利率的影響，也幾乎是微乎其微。專家指出，氦氣是天然氣加工過程中的副產品，主要用在協助強震醫療設備、航太實驗室設備、在半導體製程中用在 EUV 光刻設備領域加晶圓散熱，面臨氦氣供應可能受阻礙。台積電回應目前無預測對公司營運產生重大影響，不過會持續關心相關的情勢發展。台積電表示，有無共地區來源目前無受影響。除了氦氣以外，因為戰爭可能衝擊供應的氣體。還有氬，因為全球差不多3/4的氬產量在以色列甲約旦，氬在半導體製程應用在晶片、電腦成型、清洗甲氣道更阻礙，也引起市場關心氬的供應問題。坦白說，晶圓廠你用的也不多，它主要就是10顆在用。量也不大，所以我覺得影響也不會很大。專家講，盡管氦氣供應受阻礙，台積電也當透過多方面購買影響無大。不過13台股因為中東戰爭，抑個國際油價大起，加權指數收佇33400點，落181點。矽化股是因為戰爭加半導體材料供應的疑慮，股價顛倒起價，包括英光、中華化、日盛化加三福化，股價攏顛倒起停。記者採訪報道。